愿要搁做，有人来我河。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离他，命最硬，你也保对你啊，对你来了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我拍。先欢迎呢我们的小秋、我们的蛙贵以及我们的黄春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稍待会哦，等大家进来的过程当中，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来聆听一下呢，这个雨涵广播电台所录制的《一怒打金枝》专辑，没问题，你先去剪片哈，等一下再上来哟。感恩我们的蜜蜂。稍待会，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开始直播节目喽。先欢迎我们的小秋哈，他说：“雨涵老师好，大家好，我们萤火虫小座的大家好。”也欢迎大家上来呢，先跟我打声招呼哦，让我知道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大家，我们立马呢来唱我们电台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感恩大家。先带来这首歌曲，我们传统的歌仔戏的国歌7字调。欢迎收听，阮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笑嗨嗨。阮的节目是陪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彼向新闻保理财。戏团唱多自在，戏剧团成有表情就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大家好，也欢迎我们的冠宇以及我们的 PAK 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是雨涵电台的主持人钱丹雨涵，欢迎大家上来。我们先来播报明天的天气预报咯。
明天呢，我们台北地区呢，终于不用再下雨了。明天台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有0%哦，所以呢，也先恭喜我们的花贵。恭喜你呢，逃脱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哈。再来呢是我们的台中地区以及我们的台南地区，明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10%到0%左右哈。所以说呢，这个雨伞也携带一下下了哈。那呢，这个雨具呢携带一下下。我们东部的朋友不外乎呢还是逃不过这个环节的。这个台东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呢一样还是在10%左右。所以说呢，明天这个这个台东地区记得呢要携带一下雨具哦。也先欢迎呢我们的 PAKN。大大哈，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为什么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要疯了呢？再来呢，我们这个蛙龟说耶，太好了明天不会下雨了没错，这个台北地区、我们的台中地区以及台南地区呢，明天算是逃过一劫。当然呢，也要跟大家播报提醒一下下哦。如果想要看这个雪景的朋友这几天呢不用上山，因为呢水汽不够你上山呢只是白冷一场哦。不要上去呢被冷一场哦。所以说呢，这几天想要看雪景的朋友呢，跟你们提醒一下，这几天不用上山，我们等到呢下礼拜呢有点水汽的时候呢，再上山呢来看雪景哦，不要上山给它冷了哈。再来，我们的忍者大大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忍者大大说歌仔戏你好，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来聆听呢我们的戏曲文化，我们明天的天气，以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来，我们先带来这首歌曲，我们的7字调，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一次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尖叫声。带来这首歌曲，我们传统的7字调。新徛白白啊，走三关改换，所以哟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王宝钏。四盆无担啊，百事为无药啊，花袂开。等待来三更啊，来当落水，当落花心啊，花照开。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7字调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新徛北北造三关，以及呢我们的四盆牡丹百事威哈，从我们第一集呢开始聆听的朋友，聆听到这一集呢，哇，我想呢你们应该是耳濡目染了哈，也欢迎大家上来哟。再来呢，我们的淑英也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
以及呢，欢迎大家哦。嘿，这个蜜蜂他说哈，今天呢怎么这么早就唱了哈？这个汪慧说呢，老师知道你喜欢，所以早就唱了哈，没有错。所以因为呢，我们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提早了先来唱出来哦。再来呢，等一下呢，来播报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哦。欢迎呢，为我们的蛙柜，我们的管理员在提醒大家喽。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直播节目哈。再来呢，我们来播报高雄的新闻。有一名男子呢，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去人家的家里的前面探头探脑的，甚至呢趴到这个呢铝门窗上面哦。那呢，第一次探不打紧，他呢在来回的走动之后呢，在第二次再探一次哦，那就代表了说呢，他有可能是小偷哦。那呢，这个就报警了。他说他只是来找朋友啦。但是呢，你所想怎么会有这种半夜来找朋友的情形哦？究竟呢，他是不是小偷呢？也提醒大家这个门窗呢，不管有没有在家都要把它关好哦，以免呢这个窃贼上门来。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今天也穿新衣服吗？没有错，原本只要穿这个里面单一件我想说呢，给他搭外面这一件应该起来呢，应该是不错看的你们觉得今天的新衣服好看吗？还是喜欢这个第一天的这个网格状的黑衣服呢？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LI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今天有微微的画眉毛，有看得出来吗？还是呢画的有点淡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再来呢，来讲到呢，你们搭这个计程车你们都会提早先这个打电话预约，还是说呢用这 APP 叫呢？有这个北车这个小黄呢，在排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挡到路上。那呢，这个民众就去上前去劝说结果呢，这个司机居然下车去咆哮哦，哇，非常野蛮的个性居然呢下车呢去咆哮那呢，这个你们通常在搭这个小黄的时候，你们都是先打这个 APP 的电话，还是说呢，先用这个 APP 呢来上网上手机来叫车呢？不知道大家的平常的生活习惯那呢，小黄呢通常也都会找这个车站以及呢医院的外面去排班去等车，去等呢有民众上前因为呢现在呢这个空车在外面这样子跑呢比较不恰当，因为呢这个油钱非常的贵，所以说呢这个小黄的司机就说呢，以前是都会绕在路上呢等这个民众呢来拦车啦，现在呢已经不会了，现在呢就定点等人，因为呢这个油钱太贵了，还要呢保养这个车辆了再来呢，我们的这个蛙柜说好看哦，感恩我们的蛙柜我们的小秋说呢，你既然说得出来了我们就看得出来原来是要我说早知道不要画了画了呢还晚了几分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这个复活了原因点是在于呢，刚刚这个蜜蜂大家在这个剪辑，结果呢被这个系统吃掉了发不出来，原来如此你是剪辑到一半它突然间宕机吗？如果呢你是用这个美图秀秀啦还是什么软体好像蛮常会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也常常发生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娜娜说呢，刚刚吃了太饿了，吃了这个章鱼烧，吃了猪肉，然后吃了薯条，吃了意大利面，吃了冰淇淋，吃了吐司，也太会吃了吧？你也吃太多了吧？再来
也欢迎呢我们的 WAI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穿插个歌曲，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无七十相守，心不缺少无理由，归爱大祖给拜寿，延年今宵乐优秀。边水天平乐观天破意，我嘅悲在的孤单好嘛一回过。这首呢是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刚刚呢讲到了新闻说这个小黄的司机呢，下车来呛香下车呢来咆哮呢，来说呢这个民众多爱管闲事这样子了所以说呢非常野蛮的个性，非常娇蛮的个性呢，我们就配上这一首歌曲，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因为呢在我们一诺打精致的 CD 专辑里面呢，一样呢这个公主非常娇蛮的个性啊，明明知道呢她老公的爸爸妈妈呢70双寿，哇，一个这个生日就已经不打紧了，还2个呢同时间生日哦。所以说呢70大寿的时候呢，既然这个媳妇就不去拜寿，当然呢这个驸马就非常的生气欢迎呢我们的 ANNE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伟成哦。我们的伟成说呢，大约呢可以开摊半个小时你又正在针灸还是正在这个电疗吗？上次呢不是电疗，是这个月的最后一次了吗？今天呢又在忙什么呢？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你有发现吗？最近的新闻很多呢，这个偷啦、抢啦、拐啦、骗啦。再来这一则新闻呢，也是诈骗的新闻而且呢跟保险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呢一起来听这个新闻
你知道吗？现在居然会有这个诈骗集团呢，去这个菜市场呢来发这个宣传单说呢，其他的业者拒保没关系，我们呢可以帮你保啊，也不需要呢这个健康检查，因为呢我们这个是一个保险的互助会啦。那呢，你不需要健康检查，1个月呢大概30千块就可以加入咯。主嫌呢总共有9个人那呢去到这个菜市场呢，这个发传单，你也知道这个老人家呢这个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说呢就很多人被诈骗咯。想不到呢，他们针对的对象呢，就是这些老人家啦，这些身障人士啦，所以说呢，被诈骗了呢，这个4年以内呢，就诈骗了1亿元哦，哇，你看这个钱已经不好赚了，还被诈骗诈骗加下来4年内呢，居然有1亿元呢给他诈骗哦，我们说他诈了这个台湾钱因卡邦，对不对？那呢，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记得这个钱不露白，以及呢，如果你要花出去的时候呢，记得要关注一下呢这件事情到底呢是否是真的是不是能花的钱，这样就对了我们的伟成说呢，又去挂号了，结果呢，去看一下有没有新的问题啦，所以呢，直接呢上楼来做复健，没问题哦，做复健是件好事哦，也祝福我们的伟成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先给呢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呢，感恩你们今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这个呢，蜜蜂老师人呢，这个老师你有超能力吗？怎么能瞬间瞬移哦？什么意思？我跑去哪里呢？还是你在讲别人呢？我有瞬间瞬移去哪里吗？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这个老师呢今天穿这样很文青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这个西俗摸榜，这个很会读书的感觉呢？当然呢，这个也是一个诈骗集团因为呢我这个读书呢通常都是考实力的啦再来呢，这个蜜蜂大大说老师今天挺可爱的，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如果穿这样挺可爱的呢，也感恩大家。不知道呢这样的可爱风能不能骗到一些这个年轻的帅哥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老师今天打扮的这样文青风没有错不知道呢是不是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点。那我问一下蜜蜂大大蜜蜂大大，你喜欢呢今天的模样，还是呢礼拜一那一天呢你说这格子衬衫的模样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再来播报一下新闻我们来穿插这首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夫妻何意呀？激情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一爱一君对心也败了，实在太乱。
好受尽，就过了，受开又分开，风风计笑了我无悔，做条悲哀，一步。经春山叫我自带，往下成烟海，过牛麦，冤家江村啊，江心。情深渐将生地带，何以努力何以哉？何以来败感恩呢大家呢的称赞哦，我有看到哈。等一下呢，再来介绍一下呢这首七字连空奏哈。我有看到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哈，绝对是今天是个偶像级的哈，感恩你的称赞哦。就如同呢，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小作所哈说呢，想要呢个人跟我合照一下，然后呢，给我签名哈。我说呢，你确定呢这个合照哈，这个签名呢是会升值的吗？他们好开心哦，感恩呢，我们的萤火虫小作所。然后呢，我们的伟成说呢，台湾是很有钱的，没钱呢都能榨出很多钱哦，挤出很多钱。所以说呢，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钱哦，不要被诈骗哦。最近呢，这个诈骗呐，这个呢抢劫犯呐，偷的啦，非常的多哦，都要注意一下。家里呢，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箱的哈，就尽量把你的钱呢存进你这个银行啦、邮局里面哦。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 H57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57大大哈，57你们知道是什么？五级啦，57啦的意思啦哈。他说呢，这个呢长得很像卢广仲哦，感恩你的称赞哈。你不嫌弃呢，小弟本人呢，长得可能没有很好看了哈。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呢，真的很像卢广仲哦，感恩我们的伟成。然后呢，卢广仲哈跟老师一样都很会唱歌哦。等一下，你这句话呢应该是讲反了哈，应该是呢老师跟卢广仲一样很会唱歌，因为呢卢广仲是比较有名的人物哈，所以我们倒装了，应该是呢这个雨涵老师呢跟卢广仲一样会唱歌哈，应该是这样子才对。我们重新来组装这个句子啊，好，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呢，小秋也有说哈，Net 卖的衣服呢都比较年轻，你只能去买那个白衬衫哦，没有一定啊哈，改天呢我们一起去逛，一起去买哈，这样好吗？买完呢这个衣服之后呢，我们还要去这个安平去买这个去吃这个上次说什么棺材板，对不对？我们上次这个蜜蜂大大有在问，所以说呢，我们一起去 Net 买完衣服之后呢，要去安平买这个棺材板哦。然后呢，蜜蜂也先欢迎呢我们的这个 DIE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蜜蜂大大说呢，老师今天有戴项链，可爱哦，哇，感恩你的称赞。哇，居然被说可爱哈，还好呢，不是说帅气啦哈，居然是说可爱，也蛮赞的哦。
等一下呢，再继续聊下去哦。刚刚所唱的这个七字连空奏呢，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的这个延伸版，就是从我们的前奏唱到间奏，唱到尾奏，这个叫做七字连空奏。它后面呢，其实我们有写一段戏啦，那呢，我微微的来念一小段来给大家听哦。公主安禄山当年犯境界。弘扬南征北讨，建功到四海。阮爸家心中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他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力量飞天，也要比我得几个？哇，你会听到呢，这一小段里面呢，还说到哈，你如果呢飞到天上去呢，也不会呢比我的地位还高哈。哇，你看呢，这个公主呢是不是非常的野蛮呢？也欢迎呢我们的伟成说哈伟成说我不认识卢广仲，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只认识老师哈，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的伟成。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按赞起来以及订阅起来哦。来唱个歌曲，等一下呢来播报呢我们今天的即时新闻以及呢今天的主题哦。为什么说呢你们也喜欢夹娃娃呢？因为我去偷夹了一只娃娃，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这个树懒的故事哦。我有上网所查树懒其实本身并不懒，等一下呢再跟他聊一下来唱个歌曲，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起来听听看咯。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当酒假使要来生病，待何人何心不惊？驸马小心，莫将伊，因为爹娘梦凄厉，风风翻边冲了去，军队起灵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八宝金寿衣，驸马无顾切情义，并个王言听义。这首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是否好听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了哈。这个蜜蜂大大说呢，树懒呢只是爬得慢哈，但是呢打架跑得超快的哦。再来呢，伟成说呢，怀疑老师呢为了夹这一只代价不小其实没有，我才夹了30块，其实20块呢都夹到这个洞口上了但是呢我又再投了10块呢让它掉下来，所以呢这只只要30块蛮可爱的。我在想呢改天是不是把它用个方式呢，看用个磁铁让它可以吸在这里，还是呢吸在我的胸前每集呢都会看到这一只树懒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一样播报新北土城的新闻咯。
新北土城呢，有一个里长非常的好心哦，他设置了一个地方让大家呢来丢这个大型的家具，也就是说呢，在等待这个环保局来收之前呢，可以先丢在那里，绽放在那里啦。但是呢，哇，这个民众非常的真的不讨喜的感觉这些民众呢，居然想说呢，那里呢，既然都丢了这个大型家具了，那呢就把这些自家的垃圾啦也丢在那里啦，随手呢这个垃圾呢就乱丢在那里。结果呢，遭一些民众检举之后呢，这个环保局就装了这个监视器来拍摄。一年内哇，居然呢举发了很多名的民众，那呢也请大家呢随地呢不要乱丢垃圾哦。你看呢，你去到其他国家的治安呢，以及他们地板上多干净。那呢，我们台湾呢，居然呢都还有这个环保局出来扫地了这个地板上呢，随处还是可以看得到垃圾了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小秋的这个拍手说好听，感恩你。不是，是我们的伟成伟成也说拍手好听哦，抱歉再来呢，我们的这个伟成说康熙来了的造型风格没错呢，他们都会夹一只这个。那个蔡康永都会夹一只鸟，对不对？我一看呢，应该要来用个这个树懒呢，代表偶尔呢来懒一下的感觉来把它别上来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小阿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哇，你看这个小阿姨多有名一上来呢，大家呢就开始叫这个小阿姨你甚至呢真的比我的名声还好很多再来呢，来播报我们台南的新闻咯。台南呢有一名女子开车出去，然后呢下车呢买个东西之后呢，要再度上车的时候呢，她就用这个车钥匙呢逼下了车子，想不到呢居然有一个呢戴着安全帽的女子手上呢还拿着打火机瞬间呢爬到她的车上坐着。那这个驾驶呢就很好奇啦，这个女子呢她一点也不认识这样子这个妇人她一点也不认识。他就呢要开车门呢叫他下来想不到呢他一开车门，这个里面的陌生女子就把他关车门，他一开车门呢，这个陌生女子又把他关车门，他一开车门呢，这个陌生女子又把他关车门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好几趟之后呢，这个驾驶呢直接放弃了报警来抓他。想不到呢这个妇人呢就赶快下车去到这个超商里面，但是呢他的动机到底是为何呢？为什么呢要随便乱上别人的车子呢？蛮搞笑的这个呢随便乱上别人的车子，然后呢人家开车门他还给他关起来，人家开车门还要给他关起来这样子了再来呢我们这个呢小阿姨说没有啦，你比较有名啦哎呦谦虚了再来呢，我们这个伟成说小阿姨雨涵呢都很有名气啦，感恩我们的伟成。然后呢，蜜蜂大大说呢，反正都是大佬级的听起来这样子好像有点像黑道一样再来呢，我们这个伟成正在被电击中，正在呢去做复健的过程当中来，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等一下呢，再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以及呢，再来我们会来印这个春联会来做这个发放，以及呢线上的好朋友如果到时候想要春联呢，也都可以加我的 LINE 那呢，这个到时候呢，这个新资讯等一下呢再来告诉大家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
风萧萧。太祖金雕了红缨，贵府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准行，驸马怒悔满心兴。天老生病，叫万姓。哎呀，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歌，乐观第一。我恢复做义工轮分兵，山林家义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听你情灵。不由归阿姨讲后悔影。这首呢是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哈，也有看到呢我们的美玲呢的掌声哦，感恩我们的美玲。莲花铁三郎呢，以及风萧萧呢，代表了说这个驸马呢非常的生气的时候呢，所唱的歌曲哦。晚一点呢，也会唱这首怒骂调你就知道说呢，这个更生气的时候可以唱什么歌曲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这个小阿姨呢是我们的桃园帮，那呢这个雨涵是这个台南帮啦，所以呢都是大佬然后呢蜜蜂大他说呢贯穿一整个台湾原来我们的事业做得这么大所以说呢这个小阿姨也要撑住我们呢一起呢贯穿台湾我们的挖柜管理员提醒大家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广播电台，聆听呢戏曲的小知识、新闻的知识，以及呢明天的天气咯。这个是网球肘或者是呢高尔夫肘原来如此那呢真的都要一直复健以及针灸了那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家里呢买这个热敷垫来热敷一下会比较好一点点也关心一下我们的伟成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好听，拍手感恩我们的小秋。再来穿插一下呢，先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咯。也欢迎呢我们的新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叫做说呢，你们也爱夹娃娃吗？为什么这样子问大家呢？偶尔如果经过了一下这个夹娃娃机店呢，看到里面的产品这个还不错，还蛮可爱的呢，手呢是不是会不自觉的呢，就去给他投个10块呢？今天呢，我也是这样子就看到呢，对，这里面有这个树懒，我就去给它夹一下夹20块呢，它卡在洞口上，就想说呢，再投个10块让它掉下来啦，蛮可爱的树懒啦那呢，居然夹了这个树懒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呢，树懒其实并不懒也先欢迎我们的廖琪琪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懒呢，其实它的动作呢会这么慢的原因点，是因为呢它是这个低能量的饮食啦。因为呢它平常都只吃这个树叶，对不对？想不到呢它吃的这个树叶呢，吃这个树叶要到1个月后它居然可以消化1个月呢才消化完毕所以说呢，你看它的一餐呢真的是饱餐一顿饱到呢1个月后以及呢树懒呢居然可以在这个水中憋气40分钟，哇！这也蛮厉害的而且呢，它在这个水中憋气的时候它不太会这个吐泡泡出来，它会真的潜在水里面做这个憋气的动作。那呢，它其实在这个水中呢，游这个蛙式的时候呢，游泳的速度呢，比它在这个陆地上快上3倍，哇！所以说呢，其实呢，树懒并不懒再来呢，也欢迎一下呢我们的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呢，我们的这个小阿姨说你还以为这个树懒并不会叫，其实树懒是有叫声的再来呢，这个夹娃娃呢，你曾经花了小小的这个金额呢，疯狂了一阵子，在中和的这个夹子园原来如此，现在还在吗？原来这个现在也还很多这个夹娃娃机店都还很吸引人，里面不管是娃娃啦、零食啦，还是说呢，这个很好用的用品啦，这个音响啦、蓝牙喇叭啦，是不是都很多人在夹呢？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文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文正再来呢，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这个美玲呢也跟大家讲说这个小阿姨好，这个呢蜜蜂大大说你连游泳都有障碍你放心，因为呢我连游泳呢都也有障碍我只会呢在这个水中呢走路跟玩水这样而已啦所以说呢你放心 ，me too me too， 我跟你一样，这样就对了啦这个呢蜜蜂说呢，夏季呢喝咖啡原来如此。再来呢大家。这个呢，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花了这个10几万夹娃娃也太多钱了吧？原来呢，这个树懒呢，居然会游泳而且呢，它也有叫声，还有呢，它吃的这个叶子呢，居然呢，可以到这个1个月后呢，才消化完毕，这是呢，树懒的消息。之所以呢，我会想夹这个树懒是因为呢，我觉得说人生呢偶尔懒一下也不错其实呢，我也想跟他一样来懒一下啦。但是呢，每次的休假日呢，我都还是在工作状态再来呢，这个伟成说呢，小蘑菇你太夸张了。然后呢，蜜蜂说有钱分我一点点再来呢，蜜蜂要去赶图咯，因为呢，这个蜜蜂也要画图给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对不对？先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小阿姨说呢，这个物理治疗呢是预防、评估、评鉴，然后呢，这个治疗各种呢这个先天衰老、伤害以及疾病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样子的功能问题那呢，可以透过呢这个运动仪器操作呢，以及科技的辅助。可以呢，来帮助呢这个生命的各个阶段呢，触动活动，减轻呢这个疼痛，恢复功能，预防障碍，改善健康状况，以增进呢这个生活的品质与这个社会的参与。感恩我们的小阿姨。再
来呢，来跟大家呢分享我今天的一个笑话咯。今天呢，因为公司这个超市业呢，其实有这个侨生呐。就是呢，他们其实不太会讲中文，那呢，每到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客人带着到我们台湾人的旁边，台湾店员的旁边呢，让这个客人呢来问我们问题这样子。今天呢，这个侨生呢就带着这个客人呢来到我的旁边，但是呢，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出声，那我也不知道呢，原来有这个客人以及侨生站在我的旁边。结果呢，那个客人就看着我这个篮子里面的肉，然后呢就说呢，啊，这又不是豆腐这样子我想说呢，我一开始没有抬头看这个侨生我想说呢，废话，这个一看也知道是肉也知道不是豆腐这样子一抬头一看呢，原来是这个侨生呢带这个客人到我的旁边呐，然后呢，这个客人以为他要去带他呢，来看这个豆腐这样子啦就是今天的一则笑话，害我呢整个都傻眼了。我看着里面的这个肉呢，我想说你在讲废话吗？这个肉呢，怎么可能会是豆腐呢？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林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小秋呢。小秋说：“新瑶好，欢迎你。”再来呢，这个笔记的小蘑菇说呢，小阿姨今天不开播吗？有哦，小阿姨今天有开播其实呢，我在这个抄这个新闻的阶段呢，我有看到小阿姨有开播但是呢，因为我正在听新闻啦所以说呢，没有上去给你听你的直播，先跟你说声抱歉小阿姨。其实呢，今天小阿姨是有开播的跟你们讲一下。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帮我绘画的图我来找一下他帮我绘画呢，这个非常可爱的呢，这个小虎爷来。等我一下我把它转直呢，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蜜蜂大大呢所绘制的这个小虎爷，以及呢他的爸爸妈妈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等我一下这样大家有看到吗？哇，非常的可爱这几天呢会发文上去呢，感恩一下我们的蜜蜂大大呢，帮我绘制呢这张图片非常的可爱的小虎爷。因为呢我说因为我有拜虎爷啦，所以说呢拜托你呢帮我呢画一只虎爷那呢帮他找个夫妻啦帮他配个这个老婆，以及呢帮他配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大家开始来聊起来了欢迎大家呢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我们蜜蜂大家说谢谢，真的很可爱啦我们的蛙龟说超可爱的。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小阿姨说你也拜虎爷我拜在我的后面拜一小尊的虎爷。那呢，这是我们这个台南大埔福德祠的虎爷如果呢有兴趣购买我们的专辑呢，在我们大埔福德祠的隔壁这个财旺马吉店呢，也都可以购买到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歌仔戏的多马调，感恩大家。反抗之时，所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紧机，不免强势假大力。虎妈
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必须要完成我的条件。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献君心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功补敬，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将你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今日成年，这是你的错，本中有完美过程，你又能奈我何？你们知道为什么停掉了吗？因为呢，我唱错段哈，难怪呢。我想说，怎么跟这个伴奏带呢对不起来了哈？抱歉，小小的失误，让我们呢补一小段的都马调哈。来，我来播一下这一首都马调的伴奏带，我们呢重新呢来补一下这一段的都马调哦，感恩大家。强行逼我将军心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塞，卡洗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谐。公主啊，今日成年，这是你的错，本中有完美过程。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差你记命，你呀做会行，怎不啊对你呀，对你来用情，我不能情。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抱歉哦，刚刚呢小小的吐嘴哈，小小的尴尬一下下。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这个陈晨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小蘑菇说呢，我来去叫人来感恩我们的小蘑菇。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来跟大家分享呢。这几天开始我会去印制呢这个春联哦。那呢到时候会来发放这样子我们的挖柜管理员呢也提醒大家哦，新进来的朋友呢要记得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哇，你可以看到呢，这张上面呢写着这个平安顺心哦。当然呢，这一张上面是用这个金色的笔呢来写的。那呢，改天的印字呢，因为原本想要用烫金的啦，但是呢，这个厂商劝说下呢，他说如果烫金呢还要去开版印刷那呢会比较贵哦，会贵很多哦。我劝你呢还是做这个数位的印刷就好。我说呢，好啦，因为呢我既然要印2个版本那我们就省一点用这个数位印刷就好。再来呢，另外这一张呢叫做吉祥感恩。哇，
啊，为什么呢？要写在这个白纸上面哈，不是写在红纸上面呢？因为呢，这个要去扫描，扫描完之后呢，它才会印到这个红纸上面哦。那呢，我也到这个今天才知道哈，原来哈，这个如果你要用烫金的字，其实呢也是把它写这个黑色的字体就好了啦。他们呢电脑呢才有办法判断来做这个烫金的。真是白忙一场了，害我呢还拿出这个毛笔呢，开始呢随便乱画哈，因为呢我没有学过这个毛笔字，是呢随心所欲的哈。欢迎我们的这个 AUNG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抱歉我对这个英文字母呢实在不熟了看着念呢还是会念错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伟成的推广他说大家好，新进来的朋友呢记得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伟成。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呢这个呢好听，拍一手。蜜蜂大大说 Good night， 哇，这么早就要睡觉啦哈。那蜜蜂大大呢也都要记得呢养好你的身体哦，在发烧当中呢，在生病当中呢，记得吃一些维他命 C 啦等等之类的来保养一下这个身体。以及呢我们的伟成大大说呢，复健好了，要骑车回家的路上呢继续听，耳机呢与你们同在哦。那呢我们的这个伟成呢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感恩我们的伟成。以及呢这个go to 什么这个英文字你真的考倒我了蜜蜂。再来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他也关心一下我们的伟成说呢伟成骑车注意安全哦，感恩我们的蛙柜。再来呢是我们这个知名的马丁鞋的品牌哇，这个马丁鞋呢是不是流行了一阵子呢？那呢据说这个今年的3月份呢可能呢会撤柜，可能呢会不在这个台湾里面做贩售这个知名品牌。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记者跟他求证下来，他说呢果然这个百货里面有几柜呢要撤柜，但是呢不会完全退出台湾的市场哦。那呢这个哪一家的这个马丁鞋的品牌呢就不要考我了，因为呢我实在英文不好我连念都念不出来再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呢这几天呢还是想要看到这个雪景的朋友千万不要上山了，因为呢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呢，山上的这个天气这个湿度也还是不够的，所以说呢你上山呢只会赚到冷这个字你只会上山冷，是赚不到这个雪景的如果想要期待雪景呢，可能等到下礼拜哦。再来呢我们有这个知名的品牌这个小鸟吃吐司居然呢来欠这个员工的薪水哦。等一下呢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下去。这个知名品牌呢叫做小鸟吃吐司，他的这个负责人这个老板呢叫做林志斌呐。那他说呢为什么呢他会开始积欠他的员工的薪水一开始呢是1年前呢其实就有开始在比较迟的来发这个薪水了。到了呢这个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这个12月呢就开始呢欠这个薪水咯。原因点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有其他的加盟主呢自己呢私自这个去卖给这个海军这个呢过期的产品。
那呢，当然就毁损了这个名誉啊。那呢，他就呢叫这个对方呢不可以再加盟了，你要解约这样子结果呢，想不到这个加盟主呢解约之后呢，继续来抹黑这个小鸟吃吐司这个品牌那呢，当然呢，这个信誉就崩盘了啦。那崩盘之后呢，他就去借了这个高利贷，以至于呢现在还不出来，然后呢也没办法呢给大家呢来付起这个薪水啦。那呢其实呢这个林志斌这个人呢，他曾经开了9家的这个网红店。那呢9家呢是不同类型的，有的呢甚至从一开始的卤味啦，到呢这个手摇饮啦，到现在这个小鸟吃吐司啊，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其实呢最后呢都是以收店来收场。那呢他呢之前还有别的身份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跟大家聊下去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会非常的生气了居然呢欠员工薪水，然后呢这个加盟主呢当然也是很无奈这样子。我们就要来穿插一下怒骂调给大家听，感恩大家。心惊人间化归爱，哪敢当秋只看卖，伤兵做事想摇摆，我定条大路并你上地界，大东名字万金之库，全力阿头大人数。哎呦，哪会这么痛？当着我是拍紧师傅，历练相拼，无通存救。这是我们歌仔戏里面的怒骂调代表说呢，你很生气的时候呢，可以来唱这首曲调。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解释下去哦。这首怒骂调呢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也就是说呢，早期的这个杨丽花啦、黄香莲啦，这一些呢叶青啦，这一些的电视歌仔戏的明星呢去做的这个曲调，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的其一叫做我们的怒骂调。那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说这个驸马呢非常的生气，拿着藤条呢要来打金枝请这个金枝呢来炒这个地顺插把戏哇，听起来呢又是我们伟成的回忆咯。没错，我们的小阿姨说呢，糟糕了啦，这个小鸟吃吐司呢借了这个高利贷那是一个循环利息。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呢这个高利贷的故事哦，以及呢我们这个 RAJA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个同学这个高中同学，在我大学的时候呢，就会跟我借钱呐。那呢，他就借完之后，隔下一周呢就又还钱了。借完之后呢，隔下一周就又还钱了。那你就会很好奇啊，到底为什么他会一下子借，一下子还？一下子借一下子还因为呢他去借到这个高利贷这个地下钱庄。那呢其实呢他为什么要还这个钱呢？是因为呢他要还这个利息钱一直呢缴不回这个本金，他一直在还这个利息钱而已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再穷呢再有问题呢都要记得不管去跟银行借啦、家人朋友借啦等等之类的呢，就是不能去借到高利贷哦。再来呢，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说呢，可以来找我啊，我哥呢这个台影的当这个乡里哇，好厉害先掌声鼓励一下再
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小秋哈，应该是刚才这个唱歌唱这个怒骂调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拍手鼓掌。真的高利贷你会还不完哦。正常的高利贷呢，一借下去你就完蛋了。而且呢，这个银行借当然是比较便宜啦，银行的利息呢当然会便宜一些些这样子啦哈。再来呢是我们屏东的新闻哦。也先欢迎我们的怡君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欢迎我们的启斌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哇，今天好多新来的朋友哦，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大家聊这则屏东的新闻哦。屏东呢居然会有人这个呢夜宿呢这个公园那等一下呢再聊聊呢，其实呢台北的这个228公园其实也有人夜宿公园哦。再来，我们来唱这首《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保持十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延绵今宵老优秀。新碧恒公主，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叫出身帝王家，老官顶贵爱管驸马，教因白囝高官显奖，好名声。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我们小阿姨的推广哦。她说呢，有空按赞、订阅以及呢开启小铃铛哦，感恩我们的小阿姨。再来
呢，我们的小蘑菇说哈，家里呢都是公务员呐。那呢，这个伟成说哇，铁饭碗呢。欢迎呢，我们这个韩文的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讲到我们屏东的新闻哈，居然呢有人开车呢开到这个公园哈，这个海边的这个公园呢，来车速啦，就是呢他睡在这个车上哈，以及呢就让我想起呢这个台北的228公园，之前呢有这个原住民哈来抗争的时候呢，有这个原住民哈，这个好像叫班奈对不对？还住在呢这个228公园呢搭个小帐篷。就住在那里哦。那呢，其实这是违法的啦。那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是违法的行动哦。那呢，再来播报呢，我们这一则呢，台中的新闻。你有没有很讨厌的老师呢？甚至呢，你现在当家长有没有呢？这个老师呢会霸凌学生的呢？等一下呢，我们来聊这则新闻内容咯。这个小朋友呢，这个考试他忘记呢写这个名字，结果呢被打0分哦。原因点在于什么呢？原因点这个老师在报复啦。因为呢，他前几天这个上周的时候呢，才被家长检举呢，他都言语霸凌学生哦，会说呢，你比这个乌龟还慢啦，以及呢这个胖子啦等等之类的来骂这些学生。那呢这些家长就投诉他了，所以说呢，哇，这个孩子这个忘记写名字呢，就被打0分哦，来被做这个报复的行为。当然呢，这个学校呢会说这个要把这个老师呢调到其他班级了啦，他不会再带到这一班。但是呢，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呢继续这样子对待其他班级的小朋友呢？其实非常的不适任哦。这是关于我们台中的新闻哦，所以说呢，如果呢你自己家中的小朋友呢也还在读书的啦，甚至呢邻居的小朋友啦、朋友的小朋友也都要注意一下，他下课回来的心情是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也害怕学校呢？那在学校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暴力事件呢？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小秋呢以及我们的小阿姨说好听，拍手感恩我们的小秋以及小阿姨，掌声鼓励。再来有关于我们高雄的新闻咯。高雄呢有这个无照的这个21岁的男大生，他呢无照呢来开车哦，结果呢这个逆向呢冲撞到对向，结果呢他还逃逸耶，他还开走耶，肇事逃逸最后呢被警方抓到之后呢，才发现呢原来他是毒驾啦。所以说呢，为什么跟大家讲呢？不管是钱不露白啦，以及呢自己家中的安全啦，还有出门在外的安全最近呢这个偷抢拐骗的新闻，以及呢像这样毒驾酒驾的新闻非常非常的多。昨天呢也有一名女子这个呢停这个 U-Bike 的当中呢，停在这个龙山市站。然后呢，他在停这个 U-Bike 的时候，一名男子呢来把他这个前面这个篮子里面的包包给他抢走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治安呢，以及呢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哇，大家呢开始聊起这个公务员了没错，这个公务员的薪资应该是真的非常的好啦。那呢，这个能考上公务员呢也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唱个歌曲，我们传统的7字调，用我们一路打金之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哦，感恩大家。
地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手啊，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知？在家好表啊，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身边公主对我来爱水灵。再来，也欢迎我们的文信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准备呢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也感恩我们的启斌说好听，感恩启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明天呢北部的天气呢，恭喜哦，这个降雨的几率呢0%哈，再一次恭喜我们北部的朋友，以及呢台中还有我们的台南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10%到0%左右，台东的朋友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呢这个10%左右哦，所以呢这个中南东部哈，记得呢携带一下你的雨具哦。再来感恩呢，我们的启斌说好听，我们的伟成说好听，还有呢我们的小阿姨说好棒，掌声鼓励。准备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想，观察一下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呢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都让我们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如果呢你跟直播主一样现在呢也还在这个鼻塞状态呢，也都可以用嘴巴呼吸哦，是没有问题的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想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甚至呢在这个超商买一杯咖啡，也感恩我们的店员，甚至呢这个过马路这个机车骑士以及汽车骑士呢让你先过，我们也感恩了3件事情。来，跟着我的声音一起，我们先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
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哦。不论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呢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一边来聆听这个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这些新闻媒体，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哦。感恩呢我们这个 IN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这个空气多么的清新，世界多么的美好。这个呢，披肩的小蘑菇说怎么这么早就在吸气吐气了再来呢，大家呢这个脚抬起来哦，我们的伟成要扫地了感恩大家的配合，让我们的伟成呢，这个早点扫一扫他会非常的感恩你哦。伟成是到家了这个呢，下次这个出门在外到家的时候呢，要在这个这个这个上面来做这个回报一下下亲爱的雨涵电台的贵宾大家好，亲爱的雨涵电台的贵宾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此为止哦。今晚的节目呢到此为止。感恩呢，咱的伟成到3天呢来咱扫的涂骹来扫涂骹；一天呢，咱这个小阿姨来倒起咱的刀啊；一天呢，大家会记得咱的骹压起来哦，咱的这个这个。碗柜帮忙来这个擦椅子啊但是你光这个想象这个呢为着要扫涂骹为了呢要来扫地结果呢脚要抬起来，结果呢我们的小阿姨呢要呢来这个来擦桌子这个呢碗柜呢要来擦椅子那我的脚到底要放在哪里？我是该站着呢还是要坐着呢？这样子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真是有点困扰记你的手机啊、锁匙啊，还有你的钱袋啊记得你的手机、钥匙还有钱包要记得带。离开剧院前呢，检查一下你的包包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IAN 大大他说我觉得呢你说话的口气很像我们这个南部人没错，还是主播本人就在台南啊，所以呢还是很像南部人再来呢，我们的汪贵说明年是台语台哦，对你没有提醒呢，我都忘记了马上再来是咱这个礼拜四所以呢是咱这个台语的节目，但是呢听无台语的朋友你会当放心我会一边讲台语一边讲国语，安尼就对啦明天呢是我们的礼拜4，是我们的台语台，所以呢就算你不会讲台语的朋友也没关系不用担心，我会一边讲台语呢一边讲国语做穿插，所以可以放心的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上来。感恩我们的小秋说，感恩造物主，也感恩呢老师，感恩我们的小秋。你也是台南人啊，那欢迎呢有机会呢常常上来跟我们做聊天，那底下的连结也有我们这个雨涵电台的赖群组连结哦，欢迎大家呢进群组来跟我们聊天，来支持雨涵的广播电台。
也来支持一下呢钱蛋雨涵哈。钱蛋的意思呢，就是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的最后呢，唱给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音。公主最事理不明，颜色互人心头硬。动手卡死啊，伊生病，大好人调心不惊。驸马孝心，无将伊，敬畏爹娘啊，风车里，风风乱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才开。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爸爸金小姨。驸马无顾这情义，并可王娘听伊。为什么呢？今天赶快来做这个9点半呢，来做个结尾因为呢，我等一下要去换这个手表的电池啊，要去一趟夜市换这个手表的电池，以及呢，明天呢还有一堂呢这个制造中心的课程要这个推广我们的歌仔戏还有早上呢要来去跑这个春联的这个印制的厂商，所以比较忙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就提早先下播原因点是因为呢有点小忙啦，所以说呢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再来呢，我看到他的留言我觉得这一句蛮好笑的我们小秋呢，先感恩呢大家呢来帮忙维护环境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呢，秋大大我们要维持好歌仔戏美好的环境以及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蛙贵蛙贵大大呢超强的，在任何呢这个眼睛呢所会看到的这个脏东西在主播还没看到的时候呢，就已经先清除的先感恩我们的蛙贵管理员。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互人好意财，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再来呢，我们的蛙龟说，因为那一天呢，不小心有只黑猫呢溜进来了没错，也感恩呢我们的蛙龟管理员一直帮我维护从我们41集开始观看到现在呢，哇，新的一年度我们又重新来过了，又帮我们这样子管理至少呢50几集以上，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蛙龟管理员。也感恩黑猫了，虽然呢剧院呢我们是这个不排除说这个动物呢不能进场，但是呢那只黑猫有点太过分了我的同事呢今天也在笑他说呢不要以为我没有在关注你，那呢你那一天还跟人家吵架我没有跟他吵架了再来欢迎我们的 NA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再穿插个歌曲，但是呢先让我喝口水
来穿插一下呢，我们传统的歌曲，我们的七字调一样呢，新卡北北赵三关来唱给我们外国的好朋友听哦。欢迎我们的 NAY 大大。新卡北北啊，赵三关该我所以哦，会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报川。四盆落单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降落水。了花心啊，花交开。再来，也欢迎我们的德意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进来呢，再补一首我们的七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开，中中心锁水人在，夫妻好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伊爱阮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想开又分开，风计像你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春山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五拜，冤家江村啊。当心抓住菜，精神渐将兄弟大义，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感恩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呢我们的小阿姨说呢，这个欢迎订阅、关注、按赞、开启小铃铛哦。再来呢，我们的伟成呢以及我们的蛙贵互相的呢来做感恩哦，也感恩你们。
有你们呢对雨涵电台的付出哦，让我们这一台呢非常的和善，以及呢非常的欢乐，还更多的朋友呢认识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你呀了解，苦苦小事伊我懂咯，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招牌滚在天上，你敢不知？在家好庙啊，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用带我经叫帝王里，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办修理。安怎插在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无把我坐到位，将位兄做神仙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谱，我单独一人上去跪，并为我过爱轻视你，骂你生命不知礼教廉耻。你敢骂我唔知礼教廉耻？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立强享富贵，你我唔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枝，你唱了迄手机，唔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件检讨是一回。哎呀！相随几杂，相守将人情爱，相亲相爱。实在太爱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
下成年看对我爱，冤家何